Hello，各位馬迷啊，我早市啊，今個禮拜日6月22日，沙田有個11場黃昏賽上演嘅，重頭戲就係有兩場今季最後嘅級制賽，第6場嘅精英杯同埋第8場嘅精英碟。咁先講就係呢個第6場精英杯呢場1400米嘅3級賽呢，我嘅首選就簡直比較好分嘅越盡歡欣。咁啊，睇翻佢較早前3月30日喺呢個主席錦標2級賽1600米嘅賽事片段先啦。越盡歡欣一場較早之前嘅3月30日主席錦標2級賽1600米嘅，咁啊喺起步咧，其實都唔算太慢啊，而家喺第3位嗰度，咁開面搶咗出嚟咧就係一隻鴻運帝王嘅，跟住就係一個筋斗雲啦，之後就呢個禪聖輝煌就拍住佢噶啦。咁而家永遠美麗咧，而家就喺第5位度嘅。咁而家前面放咗出嚟咧，就係嗰隻鴻運帝王，跟住嘅筋斗雲。咁而家越盡歡欣咧，見到前面步速唔快咧，就上咗嚟第2位嘅。咁而家咧跑到差唔多中段嘅越盡歡欣咧，仲搶埋過呢個鴻運帝王添。咁然之後咧，第3位就係筋斗雲嘅，跟住就係呢個禪聖輝煌嘅。咁嗰隻美麗同享啊，而家外檔嗰度咧，又係中段無啦啦發力喎，啲場嗰啲步速咧都搞到幾亂嘅。咁而家開始轉彎嗰陣時咧，越盡歡欣喺前面撳住放大咧，美麗同享咧就過咗去啊而家。咁然之後咧，鴻運帝王呢場咧就唔係自己放嘅。咁喺第3位又唔係佢強項啦，咁跟住就係呢個筋斗雲就喺第4嘅，禪聖輝煌咧就拉咗出去外檔個第4碟轉彎，後面咧仲有永遠美麗嘅。咁一入到嚟直路嗰陣時咧，美麗同享啊放嚟個幾碼位，咁但係呢個鴻運帝王同埋越盡歡欣爭緊位上啦，兩隻喺度乒乒乓乓嘅，咁啊阻埋後面嗰隻標誌銀河啊，反而內欄嗰隻直線力山咧就一路貼欄咁樣上，咁樣前邊咧美麗同享就係領先少少嘅。咁但係咧入邊嗰兩隻馬，呢個去勢比較勁啲嘅直線力山就贏咗，標誌銀河跑第2，外面嘅智取神駒第3，咁越盡歡欣咧呢一場咧就係跑第4嘅。咁你越盡歡欣咧，其實近期都一直集中係跑啲1600米以上嘅路程嘅。咁雖然成季都贏唔到馬，咁但係其實咧今季跑咁多場咧，佢都未甩過前6名嘅，即係次次有獎金咧，演出都算叫做準成。咁睇翻佢喺主席錦標嗰場咧，中段搶咗出嚟放翻嚟咧，都唔係輸好遠咁樣計咧。今次佢真係有條件係縮程跑得好嘅，仲要咧佢之前嗰幾場都係排啲外檔起步，今次係排咗1檔起步，同埋早段步速咧一定會比1600米快。咁佢跟得順之後咧，爆嗰一段其實都唔係話太差，咁所以喺呢場嘅1400米場合咧，縮程咧有權係爆冷嘅。咁次選同埋第3選都係揀一對呂健威馬房嘅馬，包括就係呢個包裝天象同埋呢個手機標霸，咁兩隻馬都係跑1400米可以話係首本嘅。包裝天象咧就係呢個路程嘅場地紀錄保持者啦，而手機標霸咧已經係連續多仗，如果唔係跑1級賽嘅話咧，都係喺3甲之中佔一席嘅。咁所以兩隻馬咧都可能會不分勝負出擊，兩隻馬都要兼顧。咁最後一匹就揀呢個配腳咧，就係揀翻隻永遠美麗啦。咁潘頓可能做磅問題咧，就冇得騎包裝天象嘅。咁但係永遠美麗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其實佢都係1400米嗰個發揮會比1600米好啲嘅。咁所以上次既然跑1600米嘅3級賽咧都可以孭重磅上名嘅話咧，今次又換翻阿潘頓跑短啲嘅1400米咧，配腳一直咧都可以兼顧。第6場3級賽1400米精英杯，我順序提供係4號嘅越盡歡欣、6號嘅包裝天象、5號嘅手機標霸同埋1號嘅永遠美麗。咁跟住啊，到呢個第8場，呢場係精英碟1100米嘅3級賽。首選啦，我繼續揀上次有介紹嘅2號馬禪聖輝煌。咁咧，不如睇翻上次佢喺獅子山錦標1600米3級賽賽事嘅片段先啦。
禪聖輝煌呢一場係上一次跑1600米嘅三級賽獅山錦標啊，起步咧第一隻彈咗出嚟就係佢喺外檔，咁佢埋面咧就係呢個和平波啦，然之後貼欄咧又係鴻運帝王，不過呢場佢贏完呢、個冠軍嘅比賽之後咧變咗咩頂榜嘅。咁而家因為和平波雖然蝕分，但係都係輕磅，又放咗出嚟個幾馬位，鴻運帝王又扣翻住喺第二。咁禪聖輝煌彈咗出嚟咧，始終排外檔，咁而家咧就一路喺外檔望空嗰度咧拍住嗰隻鴻運帝王嘅。咁呢一場咧都可以睇埋永遠美麗啊，同埋葉俊歡欣嗰啲馬，永遠美麗咧而家就係貼欄第5位，葉俊歡欣咧就係喺呢個第6位嘅。咁而家前邊嘅和平波這一隻放咧都唔係放好快，因為頭段係24秒61，而嗰個禪聖輝煌咧呢一場嗰個走勢咧就比較主動啲啦，而家一路喺望空嘅第2位嘅。咁永遠美麗咧就一路都係貼欄第5位，而葉俊歡欣咧都係喺第6位嗰度嘅。咁而家開始轉彎嗰陣時咧，和平波啊領先半個馬位，禪聖輝煌一路開始拍上嚟啊，鴻運帝王一場咩最重磅咧？又放唔出啦，始終都係蝕底啲㗎。反而呢個永遠美麗咧，仲喺內欄嗰度咧攝緊位上嚟，反而葉俊歡欣咧就拉咗出去外檔上，就拍住外檔嗰隻咧陽光勇士嘅。咁而家前邊咧和平波就係領先少少嘅，禪聖輝煌咧都係讓磅讓得比較多啲啊！依度150米好似係過咗和平波，但係打落去咧，最後幾步咧又係俾嗰個和平波過翻去嘅。咁禪聖輝煌跑翻去第2，永遠美麗第3，葉俊歡欣係跑第5嘅。咁嘅禪聖輝煌咧，雖然你話跑1級賽嘅實力咧就可能力有不逮，咁但係佢跑3級賽咧咁耐以來最差都係跑第4嘅。咁同埋今季睇翻佢嘅賽績咧，反而係1800米3級賽贏馬嘅。另外一場1800米3級賽亦都跑第3，咁所以咧跑完1600米之後，今次再增程200米咧，現階段啦可能對佢更加合適嘅。同埋今場咧，始終有其他名氣馬孭飛咧，佢嘅分頭一定唔會太差。呢咁嘅美國馬咧，好耐跑，經常都被人低估嘅，可以揾佢做首選。咁次選同埋第3選咧，都係揀一對蔡約翰馬房嘅馬啦，包括係10號嘅有目共賞同埋4號嘅安晴。呢個10號嘅有目共賞，上次跑遮打杯咧，其實賽前都唔係太睇好佢嘅，因為贏皇太后杯又要蝕分上陣。但係末段咧都叫越衝越勁嘅，咁證明呢隻馬長線嚟講咧，評分都仲有啲上升空間嘅。今次跑翻呢個3級賽，孭翻去輕磅上陣咧，形勢又唔同晒㗎。雖然咧就縮程600米咁多，咁但係始終今場咧早段都應該有啲快馬在陣嘅，可以咧威脅任何對手。咁至於4號嘅安晴咧，上次其實我好睇好佢嘅喺個遮打杯嗰度，但係起步又俾人夾一夾，跟住嘅中段發力扯快步速就益咗隻遨遊氣拋輕勝啦。今次落翻嚟呢個1800米潘頓肯再騎咧，應該都係有啲唔服氣嘅。咁同埋呢個有目共賞啦，同馬房雙龍出海咧，切勿係顧此失彼。咁再揀嗰隻咧，就係揀呢個田草1800米最耍家嘅加州動員啦。咁呢隻馬跑田草1800米，除咗嗰場咧香港經典杯之外咧，其餘3場都可以贏馬翻嚟嘅。佢跑法上啊相當機動啊，可以喺前邊嗰度放咧，跟住守好位入直路咧，仲可以灌注到底。咁佢之前其實都同嗰隻和平波咧多次對壘㗎啦。咁但係今次和平波啊加分加得咁多底下咧，加州動員嘅機會咧一定喺佢之上啊。咁所以配腳一直咧都可以拖埋佢嘅。第8場精英碟，我嘅順序提供係2號嘅禪聖輝煌、10號嘅有目共賞、4號嘅安晴同埋11號嘅加州動員。咁跟住就介紹三寶啊，今次介紹尾口嘅係第9至第11場，因為尾嗰幾場咧都有啲特別彩池咧有多寶。咁第9場係3班12米，我揀4匹咁多嘅，因為呢場我覺得幾亂嘅，因為有好多馬可能係熱門咧，但係嗰個評分都好似幾盡咁。咁就順馬好啊。首先嗰3匹咧就係喺配備上有變動嘅，包括係2號嘅星月飛雲、6號嘅時尚風趣、9號嘅同樣美麗。咁呢3隻馬都係今次喺配備上有變動啦。咁其中星月飛雲同埋呢個同樣美麗咧，都係
賽前咧試嗰個配備試習咧有出色嘅走勢嘅，咁所以今次咧都有權變身。咁至於嗰隻6號嘅時尚風趣咧，都係容天鵬嘅忠實支持者嚟㗎嘛。咁呢馬咧都係想盡快交代，咁所以呢3隻馬咧都可以一併兼顧嘅。咁另外揀多隻咧就係揀呢個13號嘅寶駿啦。咁呢隻馬唯一嘅頭馬就係跑呢個田草1,200米嘅。咁佢之後轉咗去發育谷跑咧，反而嗰個走勢同埋表現咧就冇咁出色。今次雖然升咗上嚟3班角逐咁，但係咩輕磅同埋排外檔咧，反而對呢啲一定要放頭嘅馬咧，唔會話太蝕底嘅，咁所以咧都可以加入考慮。咁至於次關咧，就係第10場嘅3班1,600米，我揀一匹嘅啫，就係揀呢個8號嘅閃光燈。咁呢隻馬喺丁冠豪嘅手上咧，都睇個心意咧，都想栽培佢成為馬房嘅招牌馬嘅，所以咧都係逢出必拼。咁上次阿潘頓接手跑咗4班1,400米咧，沿途外跌，其實都冇乜流放底下，都可以輕勝對手。咁呢隻馬以佢嗰個身形咧，唔係太重咧，孭重磅都可以咁樣輕鬆後上取勝啦。今次升班真情咧，孭翻去輕磅冇乜死緣之下咧，應該可以再下一城。咁至於尾關喺呢個第11場3班1,400米咧，都係幾匹3歲馬鬥進度嘅。我就揀咗3匹啦，包括6號嘅一定超、9號嘅綠野飛馳同埋12號嘅紫荊拼搏。咁呢一定超同埋紫荊拼搏咧，都係上次雖然贏4班賽咁，但係3歲馬孭重磅咧都係贏到冇對手咁，所以呢馬咧升班咧都唔可以太睇小佢。咁至於嗰隻綠野飛馳，之前喺4班孭重磅同埋啱啱升班喺3班孭翻輕磅咧，都係跑第2飲恨嘅。咁呢馬蔡約翰都應該會繼續想交代。咁蔡約翰咧始終都係對於係馬咧唔會話有三心兩意嘅，咁所以今次咧繼續孭翻輕磅上陣咧，都唔可以話抌咗佢。6月22日，我嘅三寶提供係介紹次口嘅，總共都係12注。頭關係第9場揀4匹，2號星月飛雲、6號時尚風趣、9號同樣美麗同埋13號嘅寶駿。咁次關就揀一匹啫，就係呢個第10場係8號嘅閃光燈。尾關係揀3匹嘅，第11場係6號嘅一定超、9號嘅綠野飛馳同埋12號嘅紫荊拼搏。咁下次賽事咧又會去翻谷草㗎，跑呢個9場夜馬，暫時睇咧報名馬場場滿額嘅，到時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